下面我介绍一下梁氏八卦掌的老八掌。老八掌亦称母八掌、八大掌、辨识掌，它是由八大掌式组成。老八掌是八卦掌最古老、最基本、最重要、最实用的掌法。通过练习老八掌，可以练出推脱带领、劈进扳扣、穿闪截拦、拧翻走转、貂蝉裸钻、按摇撞踏、粘粘连随等具有梁氏八卦掌特点的技击方法和劲力。老八掌的名称是单换掌、双换掌、背身掌、劈手掌、顺势掌、顺步掌、下踏掌、平穿掌。下面我把这些掌法逐一的介绍一下。下面我把这些掌法逐一的介绍一下。我先把第一掌叫单换掌演示一下。下面我把单换掌的要领介绍一下。预备式，周身骨节放松，按照八卦掌的要求，头顶向竖，松肩坠肘，空胸拔顶，气沉丹田，松胯、松膝松腕，周身都是放松的。起势，两臂外旋上举。过渡式，一，蹲身下按。蹲身下按，蹲身下按的时候呢，是两手外旋向上托，然后松脚腕、松膝盖、松胯、松腰、松肩、松肘、松手，从上向下按。按到哪儿呢？按到两大指对准这个气冲穴，就是两小腹的这个下角，离气冲穴4指远，按这个地方，气要沉丹田，两手掌之间，两掌相对，两掌掌心向下，两掌之间的距离也是4指远。蹲身下按，这个主要是把这气沉下来，练拳之前把气沉下来，然后左右揉球，左右揉球是左腰子找右腰子，左手呢在转腰的同时呢向上提到与肩同高，掌心向下。右手呢随着转身时候呢外旋向左手下面插身，两个掌心相对，在左斜前抱球，身体姿势不变，这是左右揉球，左揉球，右揉球就反过来，右手内旋，抬至旋转抬至与右肩同高这个位置。左手是臂外旋，
向右手下插身，两个掌心相对，在右斜前抱球，这叫左右揉球左右揉球，掰步抱球掰步抱球，掰步这球不变还抱着，然后扣步运球，这球还是不变，姿势都不变，就是两个掌相扣，两脚相扣成八字，肘尖对准圆心这是过渡式完了。正式是一马问路，二青龙反手，三这个推磨掌走转，上肢姿势不动，保持平。换式是左换式，先向左换式。这个单换掌走到原来起势的位置的时候，是转1圈到数圈，还是多长时间都可以。你想换式了，左脚在前的时候，右脚向左脚前扣慢，两个膝盖相并相抱，这叫扣步回身，叫右扣左转，也叫扣步回身，右扣左转。然后下边是掰步翻掌，这个步呢外摆，掌呢外旋，两个掌同时外旋外摆外旋外摆，就是脚往外摆，两个肘往外旋就是掰步翻掌，这掌原来是向前的，现在是向上了。眼睛还看着这个左手前的方向这个下一个式子是进步右进右穿，也叫进步穿掌，右进右穿，活右足上左足跟上右足跟左足，就活左足活左足上右足跟左足的穿的时候呢，是这个手左掌立起来，右掌也立起来，不这样吗？都变成立掌。然后右手从左手下向前穿出，以肩发力穿出。我把这做一下这是掰步翻掌右穿右进右穿，右进右穿穿跟着穿，然后一马问路，还是这样走，跟刚才是起势开始是一样的，一马问路两个手由掌心相对变成向上，斜向上。下一个就是这个青龙反手，青龙反手从这个角到这个角就是旋转往下劈压青龙反手这就是左换式就完了，然后走转一圈。右换式呢，当左式左转走到原来起势的位置上，想换式的时候呢，跟原来换式相反，是左扣右转，左扣左步向右转身，然后呢是掰步翻掌，就是右脚摆，跟刚才一样，右脚往外摆，这个两掌呢向右前方翻，手心先向上，然后是左进左穿，也是两个掌由向上然后向内立起来这穿，从右肘底下穿左掌，叫左进左穿，这边叫右进右穿，这边叫左进左穿穿的时候也是一样这穿直穿松肩坠肘直往前穿的时候是要从肘底下这样穿出去，叫出手不见手，这样穿出去然后下边是一马问路青龙反手，这样走入杆圈。下一式是收式是右换式，走入杆圈，走到原来起势的位置，欲收势的时候扣右足，撤左足，就是横开左足，两手交叉向下，然后右足向左足靠拢，两掌向上向前向下交叉，从腹前降至两大腿两侧，然后松脚腕松膝盖松胯松腰松肩松肘松手，站起来这就是第一掌。下面我把这一掌的用法和它的积极含义说一下。吴明，单换掌呢也叫单穿掌当然这里边在运动当中呢有好多积极作用，咱们现在主要讲这个单穿掌。单穿掌的话呢，就是二人搭手以后，从肘下
向前穿鼻刺目，穿它。那么我穿它的时候呢，对方不让我穿怎么办呢？不去躲，不去挡，也穿我，哎，还是这么穿啊。我呢，你看对穿，你看这就穿，谁也穿不着谁的脚啊，叫顾打合一，东山步，顾打合一。哎，这个穿就是这个意思啊。这扣步回身啊，扣步回身，好比说我这儿我往前走的时候，他这手来了，那个手我这扣步回身，这不这就穿，那么他呢马上就这就穿，等于是我这边一走，这一穿他，哎，他就穿我，你看他穿我，看这样就是顾打合一，这就是单换掌，也是单穿掌啊，这个意思，这是它的积极含义。这一掌的歌诀式呢，这掌的歌诀式啊，一是单边不为齐，左右循环乃为一，左换右西，右换左，抽身倒步自合击。啊，就是一面穿不成，咱们练转圈的时候也是两面穿，这边穿，这边也要练。单练的时候呢，也是右穿左穿，右穿都要练，不能练偏了。把握掌是对称的练法，两边都要练。哎，这个，左右循环乃为，左换右西，右换左，抽身倒步自合击。啊，抽身子往回抽，倒步，抽身倒步，掌就出去了。哎，这自合击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练的时候慢慢去悟。第二掌是双换掌，双换掌呢也叫盖手掌，也叫迎面掌。我先把这一掌演示一下。下面我把这个双换掌的动作要领解释一下。这个双换掌的起势啊、过渡式、正式，基本都是一样的，就是换势呢，不一样。这个双换掌呢，刚才我讲了，双换掌主要是突出的是盖掌或者迎面掌，突出是这个。这个我现在从转圈的开始，从转圈开始，这样是。正式就是推磨掌走转，走到起势的位置的时候，换势的时候呢，也是扣步回身，这个掰步翻掌，然后呢是右进右穿，这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扣步翻身劈打，回身反打，就是回身，这是扣步，这扣步，这回身，这掰步，这个手从肘向翻过来往前打，往前打，就是手背往下摔，然后呢，上步盖右盖，上步右盖，这在这儿，这盖从这儿出去，上步右盖，左踢左拍，这个踢拍，我再重复一下啊。穿掌完之后，就是回身翻打，先扣步往回看，回身背部这儿打翻打，然后呢。上步右盖，这是右踢右拍，这个踢是直接往上踢，练的时候可以练高一点，实际上用的时候呢，不要那么高了就，不过膝就踹就可以了，
哎，这是翻打，这是盖掌。然后呢是左扑左撩，哎，就是扑步左撩，这往前撩，往前穿掌，右进右穿，穿掌还是立掌往前穿。这是左掖右盖，这是不盖，这是掖，往这掖啊，左撞右扒，这是正掌心朝前往上，这是往后，这劲儿在后边呢，这样做。然后下边是左撩右穿，这是回来还是这个轻功反手转圈，这不是左换式吗？右换式也是一样，右换式掰步翻掌，进步左穿，就左进左穿。这是回身翻打呢，反过来，回身翻打是拿右臂反臂往下打。上步左盖，这是刚才是右盖，这是左盖。这是右拍右踢，右拍右踢，这是扑步左撩啊，进步左穿，右盖左掖，左扒右撞，右撩左穿，然后回旋式。这个要领呢，基本就这样。下边讲一下它的积极作用。盖掌呢，就是说，它这个整个它这几个式的变化里边，每一式的变化过渡阶段啊，过渡动作都有这个积极作用。那咱们主要说这盖掌，比如说对方向我打来了，或者抓我也好。我怎么办呢？我是这个手啊，这样翻完这盖，这样他一接手的话呢，我这盖这踹，哎，做起来就是这样，这儿盖这儿打，哎，就是盖，这是一盖掌过来，这是一盖，这是一踢一打，然后呢。这是他往后走了，比如往后来了，唰，这来了又。假如我这么一打他的话呢，比如说他往后转啊，转过去了，这来，或者是我奔这儿照顾跟这个人来积极对练，这儿来人了，那么这儿又回来了，这是撩他裆，这是你看这边，这打，这打他撤腿跑，转身跑的话呢，转身跑过去。我这还是穿，等于还是穿，这个就记着这个就行了。就是说，这个二式盖掌迎面扑呢，就是主要是盖掌啊，盖掌都是盖啊，可以单练的时候这样练。这左右式，哎，两个人可以对练啊。这个积极的含义啊，我就说到这儿。下面这一掌的歌诀式呢，叫二式盖掌迎面扑，拨云见日走自如，左换右西右换左，丹凤朝阳向上出啊。拨云见日，日是它头啊，是它头啊，走自由，向上出，丹凤朝阳向上出，这个也是向上出啊。刚才咱们主要说的是盖掌。那么他这个盖掌完了之后呢，回身时候这一掌的时候，这是撞掌，也是撞掌，都有积极作用啊。咱们就说到这儿得了。下边我讲第三掌，第三掌叫背身掌，背身掌也叫团创掌。我先把这式演示，把这个掌演示一下。
下面我把第3章的动作要领解释一下。起势、过渡势和正势基本都是一样的。我从这换势的开始，换势开始。换势的时候呢，就是回身左掰右掰，回身右掰，扣步左片，回身的时候呢，就是背部往回看，看后边，扣步呢左片，片掌，左片，然后提膝抱掌，这膝盖提起来之后，这2个手呢外旋，然后往前收，往后收，把膝提起来。这2个提起来之后呢，这样提起来之后呢，等于是放在这个膝盖的2侧，然后呢，这个是整个做起来是这样，就是扣步，这个掰步回身，掰步回身，扣步左片，提膝抱掌，提膝抱掌顺着圈，提膝抱掌，进步团创，抱起掌之后，然后就勒步团创，勒步跟步团创，这是转身现果。转身现果怎么现呢？就是团创以后，掰步手势不变，扣步转身，再进步，再进步，往上拖，拖不超过自己的下颌，2个手掌根相对，就线头，也可以这样做，也可以这样做线头。然后呢，掰步扣步叫马步双踏，马步双踏，然后左虚左搂，右虚右搂，左撩穿，然后向右走，右转。这边跟这边反着也是一样，这是掰步回身，扣步右片，提膝抱掌，这样抱掌，提膝抱掌，进步团创，这要求是一样的，转身线桃，马步下踏，右虚右搂，左虚左搂，左撩右撩左穿，这右换式就完了，走一圈之后就可以收势。下边我讲一下这第3章的积极作用。那词儿，这是一个团创掌，主要是讲团创。团创这里边有这个2、3层意思，3个积极作用。一个是撞，一个是向上向前撞，一个是向上撞，就是周他下巴，就白刃现果。再一个是踏，再一个是踏。比如说对方从我这儿来了，那么说呢，我这回身呢，这不是回身吗？回身，然后转身，这就可以往前，提膝就可以撞。对方这么来之后呢，我这一回身一看他，回身一看，这就转身骗他这胳膊，转身一骗，这时候这压他这胳膊，提膝抱掌就这走，就往他腿上走就可以，就往他腿上走就行。这是撞。再一个呢，正面接触的时候也可以，也是这撞，也是这撞，提膝撞掌，再一个呢，白刃线桃，这不一转之后呢，白刃线桃，白刃线桃的话呢，这个用法很多。你比如说现在他这样打我，这样打我的，你看这样走，这就线桃，也可以拖他下巴，或者拖他肘都可以。比如他2个手来了，拖他肘往前拖也行。踏掌，踏掌，不管哪个手来打，你看这手来打的吗？这就可以踏，这也可以踏，或者是呢，这个来了之后，我这儿踏也行，这可以，这儿踏，你看，这也可以踏，就是在这走，这儿踏，可以双踏，2个双方都来双踏。我是这边使劲，这边踏，打的时候呢是这边的踏的吧，实际是这儿踏，这儿踏，这儿踏，这就是把这个团创掌的话呢。
主要是这是一团创，哎，二是线条，哎，线条也可以这样啊，线条，比如说来了以后，对方一扑，哗就条，哗就翻过去了。有时候打好的话可以打翻场，哎，他饿虎扑是一扑来就往下往上走，还可以撞他裆啊，你比如说来了之后，同时撞裆，这他受不了，哎，撞裆托腮啊。这一掌的积极作用啊，就讲这么多。这一掌的歌诀是：三式背身式团创，两手变化逞刚强，左换右虚右换左，抽身掌手不虚忙。下边我介绍第4掌，叫劈手掌，劈手掌也叫风轮掌。这个劈手掌呢，这个我先把它做一个先把它演示一下。下边我把这一掌的动作要领解释一下。起势、过渡式和正式是一样的，我就不重复了。我从这个换式的开始讲，换式到这扣步回身，掰步反掌，右进右穿，然后这回身抹肩，左后轮劈，左后轮劈。这个左后轮劈，这个手的话松着从右腋下抽出来。上这劈，这个手脚一齐到，上这劈，然后呢，右进右穿，回身抹肩，左进左劈，就是这个左后轮劈啊，还是刚才要领是一样的，进步穿掌，这不跟刚才是一样的吗？回身抹肩就是扣步，按左脚的外侧扣步，这手呢，让自个儿的左肩外侧相抹，然后呢。这左后轮劈时候呢，是提膝，同时提手，这手肘提起来，往这劈，这个意思。这一侧呢也是这样，扣步回身，掰步反掌，左进左穿，回身抹肩，扣步，左脚向右脚的外侧扣步，回身，掌要抹肩，然后呢右后轮劈就提膝。劈掌，这个掌是这样的，提起来，然后向前劈，左进左穿，回身抹肩还是扣步抹肩，提膝劈掌，这是向右后轮劈，这样，这穿掌回来了，左式右式都是这样，这个主要是掌握它的难点就是，你这个。穿掌完之后，这难点是一定要大扣，这个脚右脚扣着左脚的外侧，回身拧身子，拧绳一样拧身子，这是全是扣着脚后朝前，朝这侧，往这摸着肩，这一摸肩，这个劲儿才能续起来，拧起来这个劲儿，然后提膝提膝往下劈这样这边也是一样，必须得拧过来，这提膝劈，这个要领是这样，我把这个技击的含义说一下，吴明上来。
好比说我要是向这边走呢，那么说对方那个手，他这儿来了，那么我一看我这不是回身抹肩吗？这就可以劈，这就可以劈。当然那个时候来也是一样，这个时候呢就是这样的劈也可以，回身劈也是一样，这劈的时候呢就是说一定要什么呢？提膝劈，这是船长来了之后回身抹肩，这儿劈，或者这儿劈，就是个劈掌，劈掌。比如说咱们演示一下，我现在是往这么穿，我这个右进右穿，你穿这肩上来了，这儿摸也可以，这不把这个手等于给它推出去了，圆出去了，这提膝呢往这儿劈，你看这儿劈，这儿劈。然后那个肩那个手来了是吧？这手来了也是一样，这儿呢回身抹肩，它这出来了，这儿劈，这儿劈，都可以，这儿劈都行。这也很劈掌走自由，也很简单。你看，劈这一掌的歌诀是四式劈掌走自由，两手变化内中求，左换右系右换左，不扣步系莫回头。这关键是扣步，你是往前去的时候，往后劈的时候必须扣步，不扣步不回头，不能就这样劈，不成。不扣，它主要是往前走的时候向劈后边，主要这个意思。下面我介绍一下第5掌。第5掌呢叫顺势掌，也叫上传掌，也叫脱身化影掌。我先演示一遍。下面我把这一掌的动作要领说一下。起势、过渡势正势，这都是一样的，不重复。我从这个换掌式的开始。转掌走到起势的时候，扣步回身，这跟前面一样。掰步翻掌，这是一样。下边就不一样了，下边是上穿就是扣右步，上右步往外扣。这儿呢提膝上穿，我再做一遍到这儿以后呢，向上穿的时候呢，前脚稍微的往外一掰，就活一下，就活，要不然的话你正生拧的话呢，它不舒服。稍微的活一下，拧腰、拧胯，这手不动，拧腰、拧胯，右步向上扣，向左脚的外侧平行了，基本上两膝盖相抱，扣到这儿来。看这扣，这一扣的时候呢，这右脚往下蹬进，这一蹬进，这手腕上穿，把这个提起来，提起来之后呢，往前下往看，这提膝上传，然后呢扑步，扑步下撩，扑步下撩，下撩的时候呢，这个手掌心这个虎口放在耳门这儿，松肩坠肘。这个往下插，就插这个地方，往下插，反插，这是扑步反插，然后反插呢，最后左弓左伸，这个手心往外旋，手心朝上，
右弓右伸，这左手呢臂外旋、臂内旋，掌心反向上。这右手是臂外旋、掌心向上，这样就是这个肩啊，动这个肩，看到没有？就动这个肩，就这样。哎，这就是从这开始，提膝上穿，瀑布反插，然后左弓左伸，右弓右伸，左弓左伸，背部反击啊，上部栽垂，马步双展，撩穿，这就完了。我把这面做一下，这面是掰步反掌，这是上穿的时候呢，把右脚活一下步，向外微掰，然后左脚向右脚外侧扣，转身蹬地，提膝上穿。这瀑布反插，这手往下插，这个手呢尽量的提你的肘往上提，这个打的意思，往上提，把虎口放到耳门这儿，然后这手呢，你看臂外旋，叫右弓右伸，左弓左伸，右弓右伸，哎，然后掰步反打，上步右栽，马步双展，哎，右撩左穿，这就完了。这个难点主要是掌握这个上穿是个难点。上穿的时候，我按朝这边做一下啊。上穿的时候呢，这个稍微活一下步，转身扣步，看转身扣步，提膝上穿，瀑布反插，啊，插往前走不停，1、2、3，这样掰步这拳外翻，这翻打，然后上步栽拳，啊，马步分展，这撩穿踢走。下面我把这一掌的技击含义演示一下。小汤和晨上来。这个脱身化影啊，顾名思义，就是说把这个身子等于变成影子了，人走了，影留着了。哎，你看的这是个影，身子走了。这个呢，就是说一个人和多人作战的时候，或是一个人跟一人作战，诓他也可以。啊，一人对一个人，比如说我一打手，我走了，你看这你进他追啊，你看我一走，你看他追，这打，哎，就是说一接手的时候呢，搭手就走，哎，看了没有？看了没有？哦，就回就打，这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诓的冤他，一接手，然后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他就来了，哎，有时候他追得很紧，这下去了，这蹬也成，踹也成，打都可以。啊，这是一个叙事，这一个叙事啊，一个叙事啊，瞅着它，哎，这是一个。再一个办法，再一个呢，就是说，两个人一边一个打，或者多人，这一接触那个来了，那么说呢，这一接触的一来的话呢，我奔这儿打，奔这儿打，你又追上来了，我就下去了就，走啊，这下去了，对，这就是对付两边，哎。这样一接触，你看这样踏，哎，这样回来往上穿，这往上穿的时候呢，哎，这就打，这打，哎，这不是这一来手对付他的时候呢，你往后去，因为他追着来，他从那边来了，他来的话，我这儿，哎，就奔他去提起来，然后他又到了打他这儿，等于是两面受敌的时候，可以用脱身化影的方法这样打，对一个人也可以用。诓了冤的方法，多人也可能。再一个，他这个穿掌之后还有一个，这个左弓左伸右弓右伸的问题。这是一旦人抓住两个手了，好不了了。你抓这手腕这么拽，他往这么拽，这是哪边劲儿大，往这么来，这边劲儿往这么去，就是看他劲儿哪边大，你看这抓住之后吧，他。抓着谁不撒手？像他这边架怎么办？我弓步的时候往上穿，这走，
我这是这样走。为什么要翻这掌？你看啊，它粘完之后，你这样插，这是一个劲儿。一弓步的时候，你看这掌往翻，它本身往那么去了，你看，啊那么去了，这是一样。你看往那么去，它是一个螺旋的力，啊螺旋的力。这个力的话呢，不完全是在手腕上，啊这手腕可没动，你看腰间，你看腰间。哎，这个问题呢就讲到这儿，啊这注意这2个要点，一个是声东击西，指山打磨，这是一个。再一个呢，2个手都被人擒住了，那么说可以用这种方法，哪边劲儿大，先往哪边去，然后再往这边来。哎，或者他抓了之后，他劲儿大的话呢，我要这么一去的话，你看他这个本身他也站不住了，叫我再回去，都可以借劲使劲啊，借力发人。这一掌的歌诀是武士顺势是画影，脱身倒步侧身灵，左换右气右换左，闪展各位进步营。下面讲第6掌。第6掌是顺势掌，顺步掌。第6掌是顺步掌，顺步掌也叫千斤坠地掌，也叫双螺掌，叫下螺掌。下面我把这一掌演示一下。下面我把这一掌的动作要领说一下。这个起势、过渡势啊，这个正势，这基本也是一样的，不重复。我从这个换势的开始，啊，扣步右左转，掰步翻掌，右进右穿，往下就不一样了，啊，这个回身左雕，扣步回身。这扣步的时候，这个手回身上这儿雕，这个掌不动，回身左雕，侧步双裸，上步前推，然后走转。这要求就是这样的。比如说到这儿右进右穿的时候，我这方来人了，那么怎么办呢？不用扣步就雕。一转身，这手呢是这样臂内旋，虎口向外向前，啊，虎口向右边，掌心向前，等于把这个人的力呢旋到这儿来了，抓他腕子。这抓腕侧步双裸，这往下侧步，尽量往下侧步。这个手2个手握拳往下抓，往下裸，也叫千斤坠地，往下裸，也可以就往这儿裸，往这儿裸也行啊，直接往这儿裸也行。这往前去的时候呢，是推一下，哎，上步双推，这就是这个日月并行。也可以呢拉过来之后，如果对方的力量说走得很顺劲儿，那么就到这儿来顺他的劲儿走就回去了。啊，这2种练法都可以，就是裸之后往前推，哎，这么走也行。裸了以后就这样，
就随着裸，随扣步，随转身，然后又回去了。这也可以比较顺。这一面也是这样，这一面呢是左进左穿，穿到这儿，左进左穿，回身呢右雕，回身右雕，侧步双裸，上步双推，然后这个什么轻空翻手，或是这样走，往这么走都可以。这个就是说脚步的变化和手的掌的变化，腰的变化要配合一致必须要配合一致。你看一回身就要扣步，一扣步就要回身，回身就要裸，回身就要裸，回身这手就裸。这侧步呢，这就双裸，这也裸，这也裸。往下的时候是俯身往下去，往下做。转身说手还在裸，转身手还在裸，手不使劲转身呢。再回去。下面我讲一下这一掌的积极含义。吴明来，这一掌的积极含义呢，就是双裸。双裸呢有各种各样的裸法。比如说，现在我是面朝这一方的，他是那个手奔我肩来了，奔我这肩来了，他抓我也好，推我也好，别抓也好，推也好。那么怎么办呢？我是扣步的时候呢，撒手，扣步的时候呢，这不雕他裸他吗？这下来，这面裸，这样往下裸，这样往下裸的时候呢，如果他不裸不下来，往前跑，那么说我往前跑，我这就推他，往前推，我这一裸往前跑的时候，往这么推他，往这么推。如果说他顺着我走我这么一裸，他顺着我走，你看我回头劈，就正好。再来一次这不吗？你看这裸，他要顺着我跑，那么说我这回头就劈，如果他不跑，他不跑，那么我就往这裸他，前进对地。这裸他绷住劲呢，我就往前推。这就是日月并行，日月并行。他这腕子呢是这样，你看我这裸，这么一裸他之后，然后呢这两个同时的，你看这儿拿着这么推他站不住，这就是这左边是这么裸，右边呢是这样裸。这手来了，比如说，这手来了，看这裸，这样走，这裸不要手使劲，是蹲身下裸，蹲身下裸，要使手使劲等较劲了，蹲身下裸，他要是随我就往这么走，不随较劲我就往那么去了就，他想跑过去了我就翻回来，就是这个意思。这一掌的歌诀是六式顺步式双裸，千斤坠地变化多，左换右系右换左，日月并行走开合。下面讲第七掌。第七掌是下踏掌，也叫插花耶类掌。现在我先把它演示一下。
下面我把这一章的动作要领讲一下。起势、过渡式、正式都是一样的。我从转掌式换式的开始，右扣左转，掰步翻掌，右进右穿，从这开始讲。这一掌呢，就是右掰左掰右掖，左掰右掖左掰右掖，右扣反拖，左掰上拖，右扣左钻，马步展臂左掰右掖，左掰左掖，右扣反拖，掰步上拖，右扣左钻，马步展臂。这个呢，主要是掌握它这个要领是什么呢？就是说到这儿之后穿掌的时候呢，这个右左掖的时候呢，这右脚有点往内扣，随着往内扣，这掖左掰，这个手是内旋，奔着腋下向后穿，这个掌势不变，这步尽量掰，向后旋，向后掖，然后呢转身扣步，向左脚前面扣步，这个是反拖往上拖，这手还是不变的，基本上不变，有点动。然后掰步上拖，往上拖，扣步左钻，奔着钻，马步双展，就马步就把展开了。这一下转3个，然后这么着呢也是转3个这边是这样，左进左穿，然后这个是呢右掰右掖，左扣反拖，右掰上拖，左扣钻右钻，马步双展，都是这样。就是说这边做3个，这样转3个，这样转3个这个呢反正要多练，主要是腰腿，它主要是摆扣、拧腰折臂，这几个比较难度比较大。你摆的时候呢，扣要扣大，摆要摆大，摆的时候不能这么摆着腰不动，这不成。摆扣的时候呢，腰要动，摆的时候腰还动这个手呢随着往这儿折，往后插旋转整体一致的，手腰和这个脚一致的旋转。下边讲一下这一掌的积极含义，这词上来。这个插花掖肋腰内横，比如说他这手，比如说我们俩一接触，那我就插花掖肋，这能打的这能打。再一个呢，就是说你看这也插花掖肋，这也插花掖肋，都是插花掖肋。他拧我胳膊，比如说拧胳膊这一拧胳膊的话呢，你看我这就倒了，不是？那么我要假如我随着转，你看一拧，你看他一随我拧，我也转，你看这就没有了。或者是呢，他一拧我的时候呢，我就打，都是插花掖肋，全是往他腋下打去，往下打，都是这个。他一拧你胳膊，你就往这儿插，这没有这打。这一掌的歌诀是：骑势下踏变化经，插花掖肋腰内横，左换右系右换左，翻身倒步形如龙。第8掌是平穿掌，我把这掌演示一下。
下面我把这一掌的动作要领解释一下。前边预备式、起式啊、换式，这个过渡式、换式，这都是一样的。我从这个换式这开始，扣步回身，掰步反掌，右进右穿，啊，这右进右穿的话呢，是改成平穿了，右进右穿改成平穿，从掌底穿，然后呢，这个穿完之后，扣步回身，这个手从左后，从右后到左肩前，然后这是一撩，这儿又一穿，还是平穿，然后扣步回身，这个是撩，这次呢从上面穿啊，1、2、3，就活步三穿，1、2、3，活步三穿，哎，右进右穿，回身左撩，进步右穿，回身左撩，活步三穿，1、2、3，然后转圈，左侧也是这样啊，右汉式也是这样，1平穿，2撩，3穿，撩平穿，1、2、3，好，这个穿掌呢，可以从底下穿，也可以从上面穿。我把这个底下穿和上面穿都练一下，两个就等于它练法比较丰富，就都可以兼顾了啊。第一是这是底下穿，第二还是底下穿，第三是上穿。然后知道这意思行吗？一般咱们穿的时候都是上穿，这个动作要领啊，就说到这儿。下边讲一下这个积极含义。这个积极含义呢，简单。比如说，我们俩，他的右手向我胸部打来，或者是脸部打都可以。他打的话呢，我这儿呢甭管他，我一撤步啊，往前打啊，我这一撤步，这个腕子叼住这腕子往脸上穿，啊，那时候也是一样啊，他等于是这样穿，啊，就是穿，表演可以这样表演，就是来了以后呢，可以这样表演，哎，就是这样穿，啊，来一拳穿，啊，穿。就这样穿，啊，主要是练这个穿劲儿啊。搭手之后，这手一摸它，啪就一穿，啊，等于这手穿就穿，啊，直穿，啊，这个记忆的意思就是这样。撩也是撩完穿都是一样，哎，下穿也是一样，下穿一边他人特定就在这穿，啊，穿，下穿同时上穿，哎，可以同用，都可以。来了先下穿，啪上穿都可以。好，这一掌的积极格诀是八式手穿式迎面，两手变化随步行，左换右系，右换左，走如风系，站如钉。这个老八掌呢有多种练法，一个是呢单式的左右循环练法，再一个是呢交叉练法。先练第一掌，然后练第二掌，交叉练法，交叉左右循环练法。另外就是双向的左右循环练法，还有一个随意组合法，啊，你走熟了之后，第一掌可以练第三掌，第三掌和第五掌都可以这样随意组合，啊，你第一掌你要走这个单向的呢，就是说你第一掌练完了，啊，左右练完了，练第二掌，啊，就是一个起势一个收势，一八掌啊，就不用一掌一起势一掌一收势了。就是一起势开始就练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练八掌练完了，哎，再一个是呢，就是你一个起势完了之后呢，你练一去练这掌，一回来练那掌，左是练下沉掌，右是练平推掌，啊，这样交叉的练习，啊，交叉练法，啊，这也是这个完了之后呢就可以收势，还可以呢就交叉练法，练这一侧练完之后，然后再练那一侧都可以。另外随意组合法，就是你随便走都可以。那么这老八掌呢，这是八卦掌非常重要的掌法，啊，我们应该认真的练习。这个熟能生巧，全练万变无师自通，练熟了巧劲就出来了，
老练，这里边的这里边的窍门就找出来了。别看掌法简单，变化无穷，啊，这用法啊非常巧妙。这个我们在练当中慢慢体悟，慢慢实践，慢慢体悟。好，就到这儿。